美國 Evergoose CTB26點解咁出名？因為佢其中一個老闆之前係喺 Patagonia 做 R&D 嘅 ，Daily 同 Travel 都兼顧到，方便你擺嘢同抄嘢全開合式設計。基本面架上面仲有3對 Molly 可以俾你勾啲裝備上去嘅。大網台裏邊放啲乜嘢，一眼睇晒。上邊拉鏈袋裏邊有2個咁格嘅。獨立電腦架16寸 laptop 絕對冇問題。另外一邊咧可以放文件添，入邊仲見到塊背板嘅。個 loop 除咗可以方便你開拉鏈之外，仲可以俾你塞落去，方便你搭把鎖添。左右水樽格用咗咁耐，我真係未試過跌出嚟。上邊一格，前邊一格，外袋 design 就係俾你咁樣打側攞嘢嘅。入邊有一個網格，另外仲有2個分格。Travel System 2個手抽，懟到落隻篋度，你覺得係咪必須呢？醫療級別蘇風背帶，我用咗7年啦，都好似新嘅一樣。睇下呢個位，貨水多條喉伸出嚟，得佢有嘅通風背墊設計，自家製420 HT 布料，仲加咗防水塗層添。CAP 系列就係為佢而設噶啦。呢個袋打側都咁靚仔，因為裏面收埋一條鋁條，好少背囊有呢個設計，仲有一個35 lit 同埋最新出嘅20 lit，3個 size，你哋又會用咩 lit 數呢？